今次介紹嘅遊戲叫炸彈剋星，呢一個係一個合作性嘅遊戲，目標係睇下可唔可以同隊友一齊拆除任務中指定嘅炸彈。如果唔小心拆到紅色線就為之輸㗎啦。拆彈剋星嘅配件非常之豐富，所以遊戲會有一定嘅難度。建議12歲以上嘅玩家去擔任我哋嘅拆彈專家，咁先至可以享受遊戲嘅刺激性。遊戲有成70幾款嘅任務卡，我哋今次由最簡單嘅開始。今次任務係需要用到2條黃色同1條紅色嘅導線，隨機抽取咗顏色導線牌之後呢，我哋可以因應翻導線牌上面嘅數字，喺遊戲版圖中揾翻相應嘅空格，放翻相應嘅顏色。就好似我抽到紅色4號線，咁就要喺4字嗰度加翻個紅色牌，然後就將所抽出嘅紅色、黃色導線加埋其餘藍色導線一齊洗勻。玩家將導線平均分好後，就擺喺自己底座上面，數字由細至大排好。隨機抽取工具卡擺喺工具欄上面。再每人隨機分派角色牌1張，將數字展示物擺喺相應嘅導線前面。指南針設定之後，就由隊長開始遊戲。遊戲嘅玩法係需要玩家喺指定一位隊友嘅手牌之中揾出1根同自己相同數字嘅導線。當估中相同數字嘅話呢，就代表展線成功。如果玩家擁有僅餘或者該數字嘅所有導線，即係代表佢同其他玩家不能夠配對導線嘅，咁就可以進行單人展線。估錯嘅話，即係代表配對唔成功，展線失敗。若果配對失敗呢，被指定嘅隊友需要揾翻相應嘅指示器擺翻喺導線牌前邊，而指南針都要行前1格。如果行到骷髏頭嘅話，遊戲都會結束。想剪走黃色嘅導線呢，就要估下邊一個隊友持有黃色嘅導線。如果唔小心剪中紅色嘅導線，炸彈會爆炸，遊戲亦都即時結束。當玩家所有底板清空嘅話，即係玩家知道紅色導線喺邊，代表拆彈成功，任務完成。遊戲期間，玩家亦都可以用角色牌或者工具牌去協助完成任務。拆彈過程非常刺激，你都試下。